嗱，僱主有冇責任係另一件事啊。首先佢係咪工傷先？我想講，工傷就好簡單啦，工作嘅時間受傷咯。咁但係有啲時間究竟係咪工作時間咧？你就要判斷啦。譬如翻緊工算唔算工作時間咧？呢個亦都有唔同嘅情況。如果係坐廠車嘅，或者老闆嚟車你翻工嘅，呢個都算係一個工作時間。但係如果你係自己搭巴士，自己就算搭的士又好，搭咩車翻去都好咧，嗰個時間係唔算工傷嘅。食飯時間都唔算嘅，除非你一路食飯一路要做嘢啦。呢個嗱唔係講責任，係勞工保險就會代表老闆去幫你做一個賠償嘅。有冇責任係另一樣嘢，佢會得到個賠償啦，得到個保障啦。咁僱主如果有責任咧，我哋叫僱主疏忽嘅情況之下，會另外一種情況之後再去追討嘅。好多時就會揾律師去幫手啦，去找出僱主做咗啲咩疏忽咧，或者疏忽嘅程度有幾多咧咁樣。僱主梗係唔會咁乖舉報自己啦，不過佢只係工作時間就已經算係工傷㗎啦，甚至地點都唔限嘅，因為好多工作係要離開公司嘅地方、工作嘅地方去做嘢㗎嘛。咁啊，你話僱主係咪一定有責任？我講嘅你要分清楚，有冇勞工法例保障？有。僱主有冇責任？我哋講嘅係僱主有冇疏忽嘅責任。好多時係揾律師去幫你去申索啦。或者咁講啦，你應該睇翻嗰個叫職業病嗰度有冇保障。如果病咧就唔係工傷啦，病就病，傷係傷嘛。咁但係有一紮職業病嘅名單咧係有列咗出嚟嘅，咁可以對翻係咪職業病嘅名單裏邊啦。我諗你上勞工處嘅網頁，你都會睇到邊一啲算係職業病嘅範圍裏邊嘅。其實每間公司理論上都已經買咗勞工保險啦。如果有僱員受傷，係勞工保險間保險公司幫佢負責嗰個賠償責任嘅。但係如果佢遲咗佢申報咧，保險公司係往往會因為遲報咧而唔幫你賠嘅，唔幫間公司賠嘅。咁啊，要睇翻每一份保單啦。有啲可能係2個星期，有啲可能係30日。咁你根據翻保單定嘅日期之內要通知保險公司啦。嗱，如果過咗通知期都唔賠，咪就真係僱主好大機會自己賠晒啦。不過亦都有啲情況之下咧，如果真係遲咗申報，又或者違反咗一啲要通知嘅條例，保險公司唔負責賠償嘅話咧，其實有啲情況係僱主同嗰個保險公司都可以再商議，究竟各自負擔幾多咧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呢個主動權變咗喺保險公司㗎啦。工傷個追溯期咧通常係2年，但係有啲特別情況可以由法庭批准咧就延長多1年嘅，即係由2年到3年都有機會。不過過咗2年批唔批第3年俾你咧，呢個就好睇個法官嘅睇法啦，好大機會唔批㗎。理論上工傷咧，你受傷係應該第一時間通知僱主嘅，但係可能真係有啲時差啦，真係僱主炒咗你，俾快過你通知佢嘅話咧，其實一樣有保障嘅，因為你受傷嘅時候係工傷。咁保險公司就有個責任要賠㗎啦。有啲特別啲嘅情況嘅，我哋叫打工仔係大晒嘅嗰啲情況，因為佢大晒咧係老闆唔炒得你嘅。第一種係大肚孕婦啊，喺懷孕期間老闆係唔炒得佢嘅。另外一種咧就係工傷，佢受咗工傷咧，其實老闆係唔可以炒佢嘅，直至佢工傷完晒為止。逢係受傷咧，無論係交通意外又好，工傷又好啦，第一樣梗係睇醫生啦，係咪？咁睇醫生最快嚟幫你嘅，梗係打3條9啦，叫白車啦。嗱，唔一定要叫白車去醫院先叫做工傷嘅。不過，如果叫白車，佢有記錄，證明你由邊度送去邊度，將係對嗰個傷者一個有利嘅證據嚟嘅。所以最好即時報警，叫白車去。咁佢去到醫院，要將個成個事實、成個過程詳細講翻俾醫生聽，唔好講埋啲無謂嘢。你講埋啲無謂嘢咧，會混亂咗個醫生啊。你不如將件事實成個傷係點樣發生嘅話俾醫生聽，咁啊對你最大嘅保障啦。講完個傷嘅話，你跟住就要最好就要醫生俾到假期指你。將來你個傷有幾嚴重咧，往往係用你嘅受傷嘅假期長短去做其中一個評定嘅標準嘅。咁跟住咧，你要通知翻僱主啦，由僱主填翻 Form 2或者 Form 2B 俾勞工處同埋保險公司。如果僱主唔識填或者唔填或者唔肯填，你填咯都得㗎。如果工傷咧，基本上有幾種保障嘅。第一，有5分4嘅人工，即係有80人工照出啦，喺保險裏邊賠償出嚟俾你啦。每日睇醫生最高嘅上限係300蚊，如果同時住院又有門診嘅話，最多可以去到370蚊。第三樣就係佢受傷個傷穩定咗啦，穩定咗唔代表好咗啊，因為可能係好翻晒啦，亦都可能係有啲傷已經係永遠影響到你㗎啦，好唔到啦，咁就會做一個嘅判傷。判傷出嚟，佢會有1%評定咗出嚟，譬如係1%，咁呢個1%有咩作用咧？就會可以乘你嘅人工，譬如你揾1萬蚊個月嘅1%變100蚊係咪？再乘以睇你當年嘅年紀啦。40歲以下你可以賠8年，40到56歲會賠6年，56歲以上就係賠4年。咁將你嘅 percent 乘翻你嘅人工，再乘翻你嗰個月份，就係你會得到嘅賠償。嗱，仲有好多勞工法例你想知嘅，歡迎你揾阿傾，同你傾一傾。